大家好，新一年祝大家生活平安，身體健康。今次繼續介紹喺觀塘新開嘅食店。第一站嚟到觀塘翠屏道，去到觀塘游泳池，去旁邊嘅一間餐廳，就係呢間新開嘅鐵板餐廳。由觀塘港鐵站 D 出口行過嚟，只係5分鐘。地方算大，佈置簡約，座位都算多，有貴價嘅扒餐，有普通扒餐，一般嘅午餐都有。呢度係用二維碼自己手機落單，唔識嘅店員會幫手。揀咗2款食物試試，點完餐就去櫃台俾現金同埋八達通都可以。呢個係鐵板西冷黑椒汁配意粉，78蚊。上台嗰陣時鐵板係冇嗰啲吱哩喳啦嗰啲聲音。試咗啲黑椒汁偏鹹嘅就唔倒落鐵板啦，有輕輕香辣味。塊西冷牛扒夠大塊又厚身，買相呢有少少肥膏。我自己唔食生食物啊，要熟啲，肉質都夠腍。如果生一啲會軟腍好多。佢夠濃牛肉味，配菜有粟米、洋葱、薯條、西蘭花，全部都夠味好食。意粉係爽滑，但係冇咩味道，加啲黑椒汁落去就夠晒味。呢個係黯然銷魂飯，56蚊。乜唔係叉燒煎蛋飯咩？變咗滑蛋叉燒飯。鐵板餐都冇湯飲，普通午餐反而有。碗羅宋湯有好多蔬菜，湯嘅酸鹹味啱啱好，唔會太重味。碟滑蛋叉燒飯份量足夠嘅，叉燒蒜厚，肉質算腍，味道可以嘅。雞蛋都夠滑，但係蛋味一般。白飯比較乾身。醬油偏甜味，要飲品要加5蚊。呢杯凍檸茶係泰式嗰隻，好似有啲朱古力嗰啲味，麻麻地。凍檸水就正常味道。總結，鐵板西冷係合格嘅，黯然銷魂飯就真係好黯然，一般普通。跟住嚟到觀塘泳池對面馬路嘅麗港城，入去麗港城商場。落去樓下地庫，就會見到呢間新開嘅火鍋店，係1人1鍋嘅火鍋店，地方夠大，夠多座位，有飲品同埋湯底可以自己添加。睇睇佢哋嘅餐牌。平日星期1至5嘅下午茶比較平，買咗一個試試。先喺櫃台買餐俾錢，呢度只係收電子支付，八達通都可以。坐低就係1人1個爐位，台面有醬料同埋調味料，有個掣可以自己調校熱度。呢個係輕量火鍋牛五花套餐，48蚊。平日下午茶嘅時間先有得食。呢個湯底係壽喜燒啊，其他湯底有豬骨湯同埋麻辣湯。有一碟肥油，份量算係足夠。講係美國肥油，食唔出㗎，只有相信啦。有一碗蔬菜，有生菜、娃娃菜、蘿蔔、冬菇同埋金菇。有一隻雞蛋。配菜有酸甜蘿蔔。有一碗珍珠米飯，夠軟熟。新開張送冷泡茶，呢個白土烏龍茶，輕輕香甜味。將啲蔬菜同埋雞蛋放入鍋裏面煮。個壽喜燒湯味道偏甜味。淥啲牛肉試試。有少少肥肉，肉質算滑，肉夠味嘅。點啲胡麻醬食，有鹹香味，好食一啲。冬菇夠軟腍，
金菇啊爽滑，掛滿晒湯，夠味。生菜啊、蘿蔔、洋葱、娃娃菜都好食。我自己又唔中意點嗰啲生蛋液啊，就煮熟隻蛋，夠軟滑，夠蛋香。總結呢個下午茶火鍋套餐，食得飽，質素合格，48蚊真係好抵食。平日下晝好少人，唔會限你時間。跟住去到觀塘成業街，去到東廣場，入去地下商場，幫襯呢間新開冇耐嘅食店。鋪裏面地方唔大，座位唔多，佢哋標榜係即炒，用炒餸機嚟炒，炒餸機就係咁樣。睇到旁邊客人嘅炒餸，賣相就一般，諗住穩陣啲嗌一個煲仔飯。飲品啊，呢度只係有罐裝汽水，就買咗個飯試試，又係只係收電子支付啊，八達通都可以。罐裝汽水就6蚊。呢個係黃金雞臘味煲仔飯52蚊。哇！我見到心裏邊喺度講咩煲仔飯啊？只可以講係焗臘味雞飯，有包豉油跟埋嚟，臘肉同臘腸都味道一般。雞肉蒜滑，調味夠香。白飯啊，面嗰啲啊正常。成個底想做飯焦，但係好硬啊，唔好食。總結呢個焗臘味雞飯麻麻地。今次最後一站嚟到觀塘巧明街98號，嚟到三布木商場，搭 lift 上去9樓，幫襯呢間新開嘅漢堡包店。地方算大，佈置舒適，座位算多，可以直出去花園。睇睇餐牌，個價錢真係比較貴。有自助機可以買包食，買咗一個餐試試。佢新開張有特價，呢頭醬料餐具就自己攞。呢個係經典漢堡套餐，108蚊。新開張有特價，收95蚊，有一個包、一份薯角同埋一杯飲品。呢個包比較細個。生菜、番茄、洋葱算新鮮，青瓜啊、芝士啊味道幾好。麵包軟熟，漢堡牛肉係比較薄，味道夠香，都有肉汁。份脆薯角份量算多，夠大塊，外面少少脆，夠香味，裡面綿滑。呢個分烤醬有少少又甜又辣，點薯角都好食。唔食辣嘅就點番茄汁。呢杯飲品係泡泡熱情果，少少酸味，麻麻地啊，飲翻汽水好過。總結，漢堡包同埋薯角味道係可以嘅，但係價錢真係好貴。鍾意呢個頻道影片就請我訂閱同撳埋個鐘仔，下次有新片推出就即刻收到通知。加入會員，真正體驗觀塘食好嘢。今次又食住咁多先，多謝我哋嘅會員，多謝大家支持收睇，拜拜。